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8号。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軍事打擊的第101天，也是哈梅內伊悟道的第101天，也是哈梅內尔穆吉塔巴人间蒸發音信全无的第101天。就在这第101天，波斯灣戰爭陰雲再次籠罩，也就是停火應該是2個月之後又打起來了。戰爭的陰雲已經籠罩在波斯灣的上空。當地時間6月7號晚，北京時間6月8號的凌晨，這個伊朗向以色列發射了3波導彈打擊，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等地拉響防空警報，並傳出爆炸聲。而伊朗的外交部也發表了關於對以色列目標進行防禦性打擊的聲明。聲明指出，鑑於以色列屢次違反停火協議，並對黎巴嫩和伊朗採取侵略行動，包括與美國一起在過去2週內襲擊伊朗南部地區的船隻和目標，對伊朗進行海上劫掠。伊朗武裝部隊於當地時間6月7日晚對以色列北部多個軍事目標進行了打擊，這一點還是值得稱讚的，就是朗子這回真是說到做到了。伊朗革命衛隊他不光打擊科威特，打擊什麼巴林、阿聯酋，已經沒有什麼挑戰，已經不刺激了。朗子向科威特、巴林、阿聯酋發射導彈、無人機轟炸，感覺這個打在棉花上面沒啥意思，所以朗子還是決定把這個矛頭對準以色列。我們昨天說，為什麼朗子喜歡打阿拉伯王爺國？因為打了他們不敢吱聲，不敢反擊，革命衛隊就有點膨脹啊，要這叫增加難度，是不是啊？所以把矛頭最終還是對準了以色列，看看以色列敢不敢反擊，看看以色列是不是也像這個中東的王爺國一樣不敢吱聲，忍了。所以伊朗向以色列北部發射了3波導彈打擊，這個按道理來說應該叫真實承諾4第147次，或者是100多少次啊，我也記不清了。伊朗人自己好像也不這麼算了，沒說真實承諾第幾次嘛。結果伊朗人一轟炸不要緊，不管這麼說，人家說到做到了。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的這個軍事顧問叫雷扎伊，他已經說了，他一定要報復以色列人在黎巴嫩南部啊，尤其是貝魯特打擊黎巴嫩真主黨。內塔尼亞胡，以色列在這個黎巴嫩南部貝魯特那地方一直也沒停止動作，伊朗啊就要出手教訓。這一下事就大了，以色列可不是一般的人吶，這個內塔尼亞胡就是人狠話不多。這個伊朗打擊以色列，那多少對吧？是向外界表明，我要照着這個小兄弟黎巴嫩真主黨啊，我們跟這個黎巴嫩真主黨共進退。面對伊朗的打擊啊，這以色列肯定不能沉默，揚言就要報復。結果阿克西奧斯媒體採訪特朗普的時候，正好伊朗對以色列發動了打擊。那麼特朗普他就說，希望以色列不要進行報復，我們不需要再次打擊。伊朗的襲擊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如果內塔尼亞胡繼續報復，那只會像過去47年或者過去3000年那樣，戰爭會沒完沒了的持續下去。特朗普還強調，他說我們離與伊朗達成最終協議已經非常接近了，這將是一項不錯的協議，我不希望他因為現在發生的事情而功虧一簣。而特朗普還表示，他馬上就要給這個內塔尼亞胡打電話，告訴內塔尼亞胡不要進行報復。特朗普還說，畢竟他們各自都玩盡興了，以色列發動了襲擊，伊朗也發動了襲擊，我們不需要重蹈覆轍。這特朗普說，我給內塔尼亞胡打電話，兩個人別打了，你掐我一下，我掐你一下就算了。特朗普給內塔尼亞胡打通了電話，內塔尼亞胡接到了特朗普的電話之後說，你稍等一會兒，請稍等一會兒，我有個緊急的事要處理一下。過了1-2分鐘，內塔尼亞胡再拿起電話問特朗普有什麼事，特朗普就勸他不要報復，說你聽我說，反正這個伊朗人炸你，也就是做個面子工程，也就是虛張聲勢，表示放幾個禮花讓你們看一看，表示他報復了，你們也沒有被炸死人，也沒有什麼損失，就算了吧，是吧？伊朗对以色列的襲擊更像是一場面子工程，動靜挺大的，聲勢不小，但是給你們以色列造成的實際損失有限，主要是要展示一種強硬的姿態，給他的小兄弟黎巴嫩真主黨看一看，表示為黎巴嫩真主黨出了氣。你們以色列最近在黎巴嫩這塊也是太過分，
把真主黨打得夠嗆，你還不容許人家出氣嗎？算了吧，別打了，別報復伊朗了，我們馬上就要簽協議了。內塔尼亞胡聽完之後說：“不好意思，你說晚了，我這邊剛發出命令報復，就在你說話的時候，炸彈已經落下了。”特朗普跟內塔尼亞胡說：“你能不能等幾天？就等幾天，看看我們能不能最終達成協議，達成的協議是不是值得？那個時候再說。也就是你再沉默，你再沉幾天是吧？你再等幾天。”但是內塔尼亞胡告訴特朗普已經晚了。以色列國防軍發表聲明稱，當地時間周一，就是6月8日早晨，以色列空軍對伊朗中部和西部地區軍事目標實施了打擊。此次襲擊是對伊朗此前向以色列發射導彈的報復，也標誌着自周日，就6月7日開始不斷升級的衝突進入新階段。這是自4月8日停火協議生效以來，以色列首次打擊伊朗本土。而伊朗此前曾發出警告，如果以色列實施報復，伊朗將擴大打擊範圍，並襲擊中東地區的美軍基地。如果襲擊繼續發生，可能會破壞美伊之間的談判，並導致戰爭重新爆發。當地時間6月8日凌晨5點30分左右，北京時間上午10點左右，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聲明稱，確認以色列使用空射導彈襲擊了伊朗境內的目標。以色列軍方稱，對伊朗西部和中部的軍事目標實施了打擊。以色列空襲了德黑蘭、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軍事目標。目前，伊斯蘭革命衛隊已發表強硬聲明，譴責以色列的重複侵略行為，並警告其回應將範圍更廣，甚至可能涵蓋該地區所有美伊以及猶太復國主義目標。儘管分析人士指出，若無美軍直接介入，局勢或仍能克制在伊两國之間，但由於以色列此次直擊伊朗最核心的戰略城市與軍事工業腹地，伊朗後續的報復舉措恐將難以避免。中東地區正面臨新一輪惡性循環的全面升級風險。好了，這個事情我來捋一捋，也就是內塔尼亞胡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南部一直在對真主黨進行打擊，持續的打擊導致伊朗要報復，他要為他的小弟黎巴嫩真主黨伸張，要撐腰，所以他就對以色列發動了導彈打擊，北部城市也還有什麼軍事基地、機場，發射了10來枚導彈。那這以色列他能忍嗎？一點兒忍不了。雖然特朗普打電話勸也沒用，以色列立馬報復，轟炸了伊朗應該是3個最重要的城市：德黑蘭、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這個是戰鬥機去發射導彈。伊朗聲稱你炸我的這個德黑蘭、伊斯法罕這些大城市，那我還得升級報復。也就是現在等着伊朗怎麼報復。球到了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這兒。不過，這個央視報道說，當地時間6月8日凌晨，以色列軍方確認，從也門方向有一枚導彈向以色列襲來，以軍防禦系統正在進行攔截，也就是很有可能就是胡塞武裝趁亂也對以色列下手了。那麼這個顯得就更像是這個叫抵抗之虎，伊斯蘭革命衛隊和他的小兄弟們聯手對以色列進行報復。伊朗外交部向以色列發出警告。以色列對黎巴嫩或伊朗的任何邪惡冒險都將遭伊朗武裝部隊的毀滅性全面的回擊。那我們現在就等着伊朗毀滅性全面的回擊。所以到現在為止，整個的波斯灣、中東的局勢驟然升級，已經亂了。伊朗覺得打這個王爺國，打這個科威特、巴林、阿聯酋這個國家沒意思，沒挑戰，一打一個不吱聲，逆來順受。所以伊朗人準備挑戰有點難度的就是以色列。果然以色列就炸鍋了，立馬回擊，這個局面一下就升級了。雖然特朗普一再說，他說我們非常接近達成協議，我估計下周一、下周二或者周三就能簽署，也就是周一、周二、周三。現在一切都在按計劃進行。原本特朗普是在等從山洞裡回音，就從山洞裡傳出來的消息，等了1個禮拜，最後還是托巴基斯坦派人去再遞個話給穆吉塔巴，再帶封信。結果特朗普等來的不是穆吉塔巴的回信，而是伊朗和以色列打起來了。接下來怎麼辦呢？如果
伊斯蘭革命衛隊那必然是要報復以色列的，不報復那他前面做的這些工作鋪墊，在國內這種煽動氣氛，這不就白做了嗎？你被以色列炸了白炸，所以說伊朗必然會做出反擊。那至於怎麼反擊，那不重要。那伊朗接着反擊，那內塔尼亞胡他能不反擊嗎？有來有往，來而不往非礼也。伊朗或許他的反擊是面子工程，但是以色列人那絕對是拳拳到肉，不是開玩笑的。以色列對伊朗的空襲，那跟伊朗的面子工程不一樣。伊朗人是追求發射的時候那個熱鬧的場面，主要是用來震懾敵方和鼓舞這個伊朗盤盘们的士氣。至於打中之後的效果，那全靠 PS， 全靠什麼嫁接。但是以色列不一樣，以色列人叫人狠話不多，每一拳倒的是伊朗的要害。以色列的反擊給伊朗留下實實在在的重創。一名與美伊談判相關的伊朗官員透露，和特朗普政府達成協議在當前階段已不再可行，並指責特朗普導致黎巴嫩局勢升級。雙方此前曾努力推動框架協議，如今伊朗已無意願進行公開對話。不管怎麼說，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戰爭那是再一次爆發。應該這麼說，如果說美國和伊朗之間是互相掐，我掐你一下，在霍爾木茲海峽，那以色列和伊朗之間那是正經的，因為雙方都在打擊對方的領土。關於美國和伊朗的諒解備忘錄，雙方說法也不一致。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蓋伊說，他說伊朗與美國之間仍存在重大分歧。巴蓋伊解釋道，與本屆政府談判的主要問題在於，你必須應對諸多不斷變化的局勢、頻繁更改的遊戲規則以及各官員相互矛盾的聲明和言論，這使得整個談判過程極其困難。談判中我們存在諸多分歧，最主要的問題是美國是否承認伊朗的權利，包括濃縮鈾的權利。巴蓋伊還指責美國自停火生效以來，在霍爾木茲海峽以及國際水域對伊朗商船實施了攻擊。他警告說，伊朗武裝力量將全力反擊任何襲擊，並補充說，中東地區局勢及停火協議仍極其脆弱且危險。而特朗普他在接受這個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採訪的時候說，美國和伊朗非常接近簽署協議，但他正敦促伊朗在放棄核武器方面採取更進一步行動。我們有幾個要點，這些要點看起來甚至不算大，他們已經承認不會擁有核武器這一事實。協議中有一項條款規定他們不會研發核武器，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對此感到滿意。特朗普他就說，我當時問道，好吧，如果他們不研發核武器，而是出去購買，或許我希望在協議中加上，如果他們購買獲取這樣的條款。你知道的，這部分內容也必須寫進協議，因為這不算研發，所以他們既無權研發，也無權購買獲取核武器。特朗普是要求伊朗不能擁有核武器，也不能研发。簡單點說，特朗普說伊朗你不能有核武器，你也不能研发核武器。研发和有是兩概念。我天天研究研发，但是我不制造，那你這也不行。那有人說，那我不研发，我也不制造，我買行吧？特朗普說也不行。他說，美伊一旦達成協議，美國將與伊朗合作，移除並銷毀伊朗的高濃縮鈾。如果我們達成協議，現在我們是友好的，我們將一起行動，這將是我們的設備，我們會把它移除並銷毀，無論是現在還是將其轉移到其他地方。特朗普說，無論有沒有他們的配合，我們都會行動，但我們不會讓別人向我們開火，好嗎？現在如果我們不達成協議，那麼我們將採取非常嚴厲的軍事行動來消滅他們。在我們採取行動之前，我們會等待，這樣無論如何我們都能確保安全。特朗普又開始評價伊朗這個燒焦的植物人。特朗普說，伊朗的新領導層更理性且非常聰明。特朗普在談到小哈梅內伊時表示，他受傷很嚴重，所以這體現了一定的勇氣。很多人如果受傷那麼嚴重，就不會去談論我們和美國的關係如何之類的問題，他們會顧慮其他事情，所以這體現了一定的勇氣。但他的傷勢確實很嚴重，這個燒焦的植物人。特朗普還表示，他願意直接與伊朗最高領袖小哈梅內伊對話，如果他願意的話，我會這麼做，但我還沒有直接和他通話。
特朗普他認為美國和伊朗的戰爭不過是一場軍事演習，對我們來說啊，這不是一場大規模戰爭。所以通過特朗普這些絮絮叨叨這些表態來看，我看特朗普恐怕要失望，除非特朗普再憋着一個大炮，是不是又要跟以色列聯手，要把這個小哈梅內伊除掉？現在就是引誘他現身。這小哈梅內伊到底在哪兒不知道，是在這個山洞裡面還是在哪兒？特朗普有媒體問他說，美國是否掌握了這個伊朗最高領袖小哈梅內伊的具體位置，以及說該位置是否位于伊朗境內？也就是說，記者問這個特朗普，你知道這個小哈梅內伊的這個行蹤嗎？到底在什麼地方？他在伊朗國內還是在什麼其他第三國？特朗普說，我不想說我知道還是不知道他在哪裡，但我很有可能是知道的。那我觉得綜合特朗普這些表態來看，恐怕這個小哈梅內伊現在面臨着很大的風險。所以這個小哈梅內伊他不能總是躲着，他總是不露面，那他怎麼對伊朗國內局勢進行掌控？這麼不露面也不是個辦法，遲早是要出來活動。而他一旦出來活动，他的行蹤就會暴露，那摩薩德和中情局就有可能掌握他的，对吧，位置。一旦小哈梅内伊，对吧，被送走，那伊朗你說再選一個什麼樣的人上來，他有那樣的權威，有那種叫各方還能認可的，能凝聚伊斯蘭革命衛隊，对吧，這些強硬派和改革派這樣的人是誰呢？恐怕沒有了。所以我倒是覺得這個小哈梅內伊現在是最危險的時候。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戰鬥已經打響，以色列人不會有什麼顧忌的，他很有可能一旦發現行蹤就上來就炸，那個撲克牌上的人還沒炸完。所以現在擺在特朗普面前是真正的棘手的問題。你勸得了伊朗，你能勸得了以色列嗎？你勸得了以色列，你能勸得了伊朗嗎？所以這一下特朗普進退兩難。退一步說吧，你能勸得了現在，對吧？這一次以色列聽了你的，或者是伊朗被迫是吧讓一步，但是未來這個60天是吧，後面還有這麼長的路要走，說不定又要打起來。特朗普怎麼約束呢？約束不了。如果伊朗對周邊的王爺國對以色列進行導彈襲擊和無人機襲擊，而這些國家的不反擊的話，那你說你拿什麼來保證你簽的協議能夠得到履行呢？人家都對吧，用導彈用無人機襲擊以色列，你都不敢反擊，那你說你簽的協議用什麼來保障呢？那協議人家不履行，你能怎麼着呢？是不是這個邏輯啊？所以說特朗普他想息事寧人，他想勸伊朗和以色列兩個都不要打了，坐到談判桌前，這個已經輸了。如果這種心態，實際上特朗普他已經輸了。到現在為止，他還想勸以色列和伊朗坐到談判桌前，達成一個所謂的協議，那這個協議是不會超過奧巴馬的，又走回奧巴馬的老路。特朗普又變成了自己最討厭的、最瞧不起的樣子，對吧？你只有把這個伊朗的革命衛隊、伊朗的強硬派打得跪地求饒，他不得不認可這份什麼諒解備忘錄，這個停火協議不得不執行。只要這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氣焰還在，你跟那個西裝派簽的任何協議都沒有意義，都是用來撕毀的。我們最後再看看這個伊朗說霍爾木茲海峽降價了，好消息，促銷打折，618打折促銷。說霍爾木茲海峡通行費大幅下降。消息人士透露，一些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只，如今每艘需向伊朗支付12萬至16萬美元的获准通行，相比冲突初期每艘船動輒100萬至200萬美元的要價，現行收費已明顯下降。這個朗子還是很會玩的，抬高預期，一艘船是200萬通行費，大家意見都很大，大家都覺得貴。那好。現在一艘船16萬，打了2折，打骨折，對不對？618大促，希望大家多囤幾單。實際上是1毛錢都不用交，交了1毛錢，那都是對自己不負責任。最後我們再看一看美國國務卿盧比奧，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他說：“激進伊斯蘭為什麼死盯着美國？”盧比奧說：“世界上所有激進的伊斯蘭運動都把西方，尤其是美國，認定為地球上最大的邪惡。這不是某個組織的特點，是激進伊斯蘭的天性，他們就是要擴張。很多人一談反恐就盯着某個具體組織，某次襲擊以為是單獨事件。盧比奧的意思是別天真了，這個是系統性的意識形態層面的對立。你今天端掉一個，明天還會冒出2個，因為根源不是人，而在於思想。
激進伊斯蘭為什麼恨美國呢？不是因為美國做了什麼具體的事情，而是因為美國代表的現代文明、世俗秩序、自由價值跟他們的極端主義天然衝突，你存在就是他們的敵人。盧比奧能這麼直白地說出來，說明盧比奧看得清楚，看清对手的本質，才知道該怎麼應對。這不是某個族群，是針對極端意識形態。實際上，盧比奧說，這個激進的伊斯蘭為什麼死盯着美國？不光是激進的伊斯蘭，正義聯盟都死盯着美國，道理是一樣的。不是美國多厲害，也不是美國具體做了些什麼事情，而僅僅是因為美國美西方一般的都是統稱美西方，而美西方裡面一般的就是美國代表了現代文明、世俗秩序、自由價值，所謂的普世價值。那你美國是個代表，是你美西方是这種普世價值、世俗秩序、现代文明的一個標杆，那你自然就成了反對這種的眼中釘、肉中刺、背鍋俠。所以你就會看到很多族群，實際上他跟美國沒有矛盾，甚至歷史上一直受惠於美國，但是他也恨美國，他無由來的恨美國，就是這個原因。歷史上有很多民族，歷史上他是受惠於美國，在危難之際都是美國出手相幫，避免了滅國滅族的危險。但是他們對美國並沒有感激之心，不存在感恩，而是要把美國当敵人。為什麼呢？因為美國恰巧就代表的是他們反對的那一面，所以他們反美是工作，到美國去生活，赴美是生活，这個完美的寫照。所以不光是激進的伊斯蘭反美，還有其他的一些民族或者組織或者這種意識形態，它也反美。美國是天然背鍋俠，美國是天然的敵人。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